F1、F2 兩個力夾角係等於咗 theta，但係重點 theta 可以由0去到180度。佢問你個合力 resultant force 到底會點變？我哋考慮嘅事情其實諗我3個角度已經夠晒㗎啦，包括咗0度嘅時候佢會點呢？就係兩個力會搭埋一齊。由於搭埋一齊嘅時候，相信大家都知道 F1、F2 擺明係相加啦，所以佢應該係最大嘅數值嚟㗎。但係跟住落嚟，我哋考慮嘅係90度啊。如果係90度嘅話，係咪即係大家成為一個直角嘅情況啦？冇錯，你唔好俾上面嘅圖畫誤導咗你。佢唔係講緊話佢哋角度係等於60度角，而係你自己要諗翻佢去到90嘅時候要計畢氏定理㗎。咁你話，我唔知道到底個數字係幾多喎？你咪作咯。舉一個例 ，F1 當佢係5 Newton 啦，F2 當佢係4 Newton 咁計啊。而到最後尾，你咪就係用5 Newton 同埋4 Newton 兩個做一個畢氏定理，你會發現到佢個數字一定係細過9 Newton 㗎，所以佢已經跌咗咯喎。但係未完啊，當佢去到180度嘅時候，係咪即係話佢哋要反方向咁比力啊？反方向比嘅話，即係做相減嘅狀態啦。相減之下，佢哋一定係再細啲，所以一直以嚟佢都淨係下降，所以形成答案就係 A 啦。